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边修发心的时候，巴智仁波切为什么提到这么多的那么在这个上师僧众们的一些该注意的地方该加强的部分，因为巴智仁波切写这本书都是为了所有的众生，特别来说的话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根据一些当代的一些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作为一个一对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可能过去更早的时候，藏地也是整个的藏地也是宗教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本波教是最多的。那么本波教的方面来说的话，那就是有做那种血肉的供养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那就是在这个实相也是当然是会是那样的。所以就是现在就巴智仁波切说不应该有的这些思想跟不应该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会存在的，因为这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宗教因为这个跟释迦牟尼佛的教是不同的。所以因此这样的情况下，这里也是经常有提到说菩提心的重要性，然后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么没有办法在这个能够可以在修持圆满的部分接下来感受之无量的痛苦和恐惧，经常唯有遭受饥渴劳累，一切外境都是忧虑的显现，相识中充满了嗔恨、野蛮和粗暴。那这里面讲的就是那些恶鬼，那些非人的伤害我们人类众生也好，伤害其他的众生的那些鬼也好，神也好，神是吧？鬼神还有那些怎么说呢？有魔鬼等等的，反正他们共同的中的名字就是恶鬼。那么恶鬼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种。那么我们鬼也是有很多的鬼嘛，像到魔鬼也是鬼，恶鬼也是鬼，然后什么鬼还有就厉鬼也好，色鬼也好，等等各种各样的鬼嘛，这些都是鬼嘛，实际上就是那个恶鬼，所以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就是为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就是有一点点生病或者是有一点点不顺利的这些功德主跟这些恶鬼魔鬼比较起来的话，那当然就是恶鬼那些是更可怜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要保护或者如果是要去帮助的话，那应该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帮助，对他们进行保护，对不对？但是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又并不是说巴智仁波切这里面所讲的，并不是说是不需要去帮助我们自己的这种信众也好，功德主也好，或者是这些生病者也好，不顺利的这些人类，并不是说不要帮助这个，他们不重要，然后那些恶鬼重要，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能够可以在为他们修持佛法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有圆满次第跟升起次第的这种完整的这个过程之上呢，就是最重要的基础是菩提心。那么你发菩提心的情况呢，我们就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就像那个学那个十五良心的时候讲的一样，没有所谓的这个鬼跟恶鬼等等的这些他放，也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的心中功德主等等的这个我放，两个都非常重要，两个都是非常可怜，两个都是六道轮回中的众生。所以就是因此这一次有他们的过去的业力因果的这种业缘，又牵涉到就是在不痛苦之间又产生了这些的障碍，彼此伤害的这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是碰到了这个佛教的修行者，那么就有成就的一位上师，那么能够可以帮他们修法消灾的情况下，那么这是非常圆满的，然后就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那如果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刚是为了没有发菩提心的情况下，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嘛，也可以就是相当就是消磨啊等等，就是消除障碍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做法。那么这些来说的话，那都是短暂性的，同时也是你帮助这一方就是伤害另一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都不是修行，就是所以这个佛教的外道的区分也是在这里啊。那么佛教的呢，就是在仪轨也好，各个方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过程跟念诵的方式，各种各样的仪轨，但是呢，就是根本上是什么呢？基础是菩提心。所以就有菩提心的情况下，一切众生没有任何的分别心。所以所谓的在仪轨里面产生的大大也好，萨萨也好，什么都是，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都是以菩提心的一个发心，然后就像那个母亲管教小孩一样的，那么母亲也是管教小孩的时候，也是有骂的时候、打的时候等等各种各样的，但这一切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为了他好。所以因为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变成要打的，要有打的时候，也有骂的时候，这些都是为了他，并不是为了母亲自己的。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者，为一切众生做任何的这个仪轨也好，降伏也好，除障也好，等一切都是根本上来说的话，就为一切众生的多数时候会立即堕入地狱中，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而对施主来说，既然遭受病痛或痛苦，但以此只会消尽恶业，不会积累恶业。那这个方面呢，就是经常我们都说的什么业障现前啊等等，相当就是我们一个众生造业很重的时候呢，就是必须得要下地狱痛苦，然后痛苦到什么时候，就也是有一个会结束的时间。那么所以过去的业力都已经要在地狱当中要待多久，这个时间过了就过了，就像这样。那么在今生我们在一些生病啊等等的一些痛苦，那这些我们很多修行人的当中也是一样的会出现的。出现的时候，这些是什么呢？那就很轻的能够可以在消除业障很轻的就是把这些过去的自己所欠的这些债呢，就很轻的把它就是唤起，然后呢就是再不用就是相当下地狱会变成恶鬼那种的痛苦如果是没有这一生当中往生的时候就没有解脱的情况下，也是最起码也是不会那个变成畜生跟恶鬼等等的这种。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在一生当中一直生病很痛苦的情况下，那也不是什么不好的就像这里面所讲的一样，在人间的一个病人跟那么地狱中的一个众生是根本就不一样的。地狱众生是一个很健康的很正常的一个众生道，或者是恶鬼当中的一个很正常的恶鬼，人间的非常辛苦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两个都完全从在的这个环境上都是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这些来说的话，也是消除自己的业障的。自本自恋着看着我